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8月份的楼市到底怎么样？我们以前的节目经常说，因为8月份、7月份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下降幅度还比较大。根据统计局的数字也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再从央行给的数字看，是不是互相验证？央行这个给出的8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900亿，前值是负的500亿，预期是6144亿，就比预期要低。去年同期是9000亿，比去年那就低得更多了。新增社融2.57万亿，前值是1.13万亿，预期是2.53万亿，比去年同期的3.03万亿要低。也就是说，8月份新增信贷规模低于预期，低于季节性。这个新增社融规模符合预期，但低于这个季节性。它主要原因是政府债券支撑减弱，存量社融增速冲高回落。咱们看结构，这个居民部门短贷、中长贷均连续2个月少增，居民部门的中长贷主要跟按揭贷款、跟房贷有关系，短贷主要跟消费有关系。那居民部门的短贷和中长贷连续2个月少增，也就是7月和8月都是少增，说明什么？至少说明消费、房地产7月、8月非常弱。居民短期贷款增加105亿，同比少增611亿。连续2个月同比少增，主要原因是前期补贴退坡后，居民消费延续偏弱。不是7、8月份的时候，很多地方国补暂停吗？没钱了，或者第一阶段的上半年的补贴补完了，所以你看7月、8月，居民消费延续偏弱。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200亿，同比少增1000亿，与同期的房地产市场表现一致。8月30日，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9.9%， 连续5个月负增长。13城二手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0.5%。所以你看，统计局的房地产的这个销售数字和央行的居民中长期贷款的数字就吻合了，那他们就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楼市8月份下跌还加速了。从北京楼市来看，根据市占率最高的绿中介给到的最新成交数据，成交均价已经从年初的 5.3 万每平米掉到了 4.6 万每平米，这是整个北京市成交均价，这显然已经跌了 15% 左右。套均总价也从年初的437万回调到了389万。总体上可以理解为，今年北京楼市真实成交价已经掉了 10% 以上。从1月到现在8月，北京的平均价格掉了 10%。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今年1月份买的房子，500万买的，对不起，现在恐怕是450万了。这是北京啊，这是平均，有个别楼盘恐怕还在涨啊，那意味着大部分地方恐怕都在跌。这也是为什么北京8月份马上出台救市措施。这个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给的数字，8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环比由涨转降，同比降幅扩大 ，CPI 同比下降 0.8%， 降幅比上月扩大 0.6个百分点。8月份北京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9%， 环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3.8%， 环比上涨 0.4%。 大家还记得咱们统计局给的全国的 GDP 这个 CPI 是下降 0.4%， 结果你看北京 CPI 同比下降 0.8%， 而且降幅比上月扩大 0.6个百分点。简单点说，也就是北京这个通缩比全国其他地方还要严重，春江水暖鸭先知。所以你看北京的房价今年跌了 10%， 这个数字都是互相验证的。我们前2天不是做了个节目吗？现在北京好多中产白领跑到新发地去赶海，去捡菜叶子、捡新鲜蔬菜，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你看跟这些数字就完全契合上了，互相佐证。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发达国家
那些超市也经常就是临期的蔬菜或什么就摆在那让人取，这个还是不一样。美西方他把到期的菜拿出来让人取，我也知道那个菜如果到期你卖不掉，你就不能卖，你要把它处理掉，你要花钱。那超市都要专门花钱给第三方，第三方把它收走，也就是超市不仅卖不掉，它还得花钱处理它，所以他宁愿在它要到期之前把它拿出来送人，放在那让人自己取，这样至少他少了处理的费用。但是咱们这不是这样的，所以咱们这儿白领去菜市场捡菜，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下降了，不说明其他问题，不是说明人的环保意识提高了。中国人去翻垃圾桶，或者是去捡什么菜人不要的，这个基本上是不提倡的。也就是说啊，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干这事，去干这事都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或者就是收入下降，没办法。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当然有人说那是那些做自媒体的，他为了拍视频搞流量，这个你也可以这么说，他也不拍你也看不到他。但确实也有很多不拍的人跑去捡。所以这个我想说的是，从北京市来说，无论是 CPI 还是这个楼市，我感觉它比全国其他地方还要严重一点。这就是咱们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吧？这些头部城市啊反而更加敏感。我们再看看深圳9月11号经济参考报，它报道说，深圳税务部门对部分国际学校征收增值税引争议。说前不久深圳市税务部门要求辖区内部分国际学校补交学费增值税一事，引发行业内广泛关注。有学校负责人认为，该类学校按规定应享受税收豁免。深圳市税务部门则表示，征税行为有法可依。这个不就是有争执了吗？人家学校说我这个是税收豁免的，但是税务部门说对不起，你这豁免不了，要征。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税务部门要求辖区内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补缴过去3年的学费增值税，并表示不缴会被立案稽查。怎么说？浓眉大眼的深圳也缺钱了，这都是一线城市，至少有争议。人家学校说我以前从来都不征，都是税收豁免，结果税务局通知从3年前开始收起，补缴，不交就立案稽查。我只能说深圳缺钱，没办法，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大家还记得吧？前一阵子好像咱们节目介绍了深圳的有个什么地方，一个老师他打那个12345举报说这个学校拖欠他什么补课费还什么费，教育局直接回答说没钱。所以说深圳这个9月初也出台救市措施，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但这个一线城市是吧，都在缺钱，一线城市这个数字啊表现都这么不尽如人意，说明什么？根据深房中协的数据，深圳二手房备案房源正式突破8万套，8万套来的有点太早，来的太快，也就是二手房挂牌房源越来越多，怎么越卖还越多二手房？不过不要紧，面对目前楼市这个困境，专家又出主意了，说财科院研究员刘尚希说，让农民进城变成市民才是提振消费的关键。近期财科院研究员刘尚希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对促消费的看法。刘尚希表示，城市人口中有着大量的来自农村的务工人员，这些人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消费潜力没有挖掘。他说，在过去我们统计房地产市场就单纯指的是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因为农村的房地产属于集体所有，基本不能自由流通。如果按照城市化率的统计，现在有60%到70%的人是市民，但如果按照人口结构，实际上超过50%的人属于这个农民。这些务工人员在户籍制度的规则下，无法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教育、医疗条件。这种情况下，在城市里漂泊，他的预期是不稳定的，安全感是不足的，那他就不敢乱花钱，不敢消费。专家说，这怎么办？政策上就要着眼于将这些务工人员怎么将市民化，低收入的务工人员变成中等收入群体，那他们这样才会消费，消费水平也自然提高。如果工作稳定了的话，
他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房就会带动其他的如装修、家具的消费，同时还能消化城里的存量房。如果说把农民考虑进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规模就会大很多。但是目前我们讲房地产市场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这个专家还是过去3-5年里面专家的这个说法，有农民在，对吧？最后是农民接盘，农民进城。他这个观点没错，就是农民进城，从农民的发展来说进城，无论他的教育、医疗各方面都会得到提高。农民进城或者叫城镇化，这个是没错的方向，但是前提是你进城，你得给人解决工作，你不能口号喊得漂亮。如果农民你把他忽悠进城了，他没有工作，那马上就会坐吃山空，他也不敢消费。你怎么刺激他，他也不会消费，他也没钱消费，没底气消费。就不要说农民了，现在就是城里面很多人都不消费，都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去了。你这个时候你要把农民再忽悠进城，是吧？就这个现在要量力而行，要根据实际出发。如果你吸引农民进城，你就得先考虑到在哪儿容纳他们就业。农民进城，那么农民的保障，他的医保、养老怎么解决？他进城成为市民了，你还给他发120一个月吗？这些问题都得解决。农民进城，如果你操作不当，本来是好的事情，出发点初衷都是好的。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一直强调要城镇化，因为你要不城镇化，农民在农村里面他得不到好的服务。因为一个是农村本身就是空心化，很多村庄慢慢的就荒芜掉了，很多村庄里面现在就没几个老太太，然后因为他们住的还是稀稀拉拉的这个村庄，完了这个自来水、电、网等等各种物流快递那服务都反正肯定比城里要差点，而且效率还低，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医疗，有的一个商务屋里面就住了3户人家，就5-6个人，你说你怎么弄？所以说把这些人想办法移到这个镇上去或者县城，这是个办法，是个至少能够提高他们的服务的水平。人一集中之后也会产生其他的需求，也是这种服务业也会上来，这个是这个逻辑。但是前提是你得解决他们生活你得给他们就业岗位。如果你解决不了他就业，他没有收入来源，完了他退休之后1个月给他100多，那也确实会在城里面造成大量的贫民窟。你比如说，都说高层住宅30年后会变成贫民窟，本来我是不相信的，但是看到这样的场景呢，不得不说我开始相信了。我们这个小区是2022年时候交的房，到现如今交房刚好3年。交房的时候小区里边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呢草坪绿油油的，现如今有很多地方已经是黄土裸露。当年刚交房的时候，小区正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人工湖，现如今呢人工湖变成了臭水沟，到了夏天的时候有很多青蛙叫，也会有非常多的蚊虫。当然了，看上去最不雅观的就是有着大量的电动车。当年买房的时候，只听开发商说小区属于人车分流，所有的汽车都是停到地下车库，但是忽略了小区竟然有地上的电动车停车位。开发商规划的电动车停车位呢，根本是不够停的。我们这个小区属于超高层，总高50层，因此呢总户数特别的多。由于大多数都属于上班族吧，家里边有2辆电动车都是很正常的。因此呢，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开发商预留的电动车停车棚，无论如何是不够停的。这就导致呢，哪里停的都是电动车，出了单元门，到处都是电动车了。而且呢，也不敢让孩子单独下来玩，因为电动车太多了。另外呢，就是现如今呢，我发现有很多业主开始不交物业费了，不交物业费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物业也开始越来越敷衍，越来越躺平。刚交房的时候，外人想进我们小区还非常的不好进。原本就是小区南边一个门，然后西边一个门。现如今呢，南边这个门都已经没有保安了，因为物业人家要精简一下预算嘛。不得不说呢，大家不交物业费，简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物业越来越躺平，然后小区里边看上去完全没有刚交房时候的那个样子。另外就是小区这个外墙了，刚买房的时候，房产销售说我们这个属于高端真实期，买了之后确保50年不会脱落，但是这才交房第3年，已经有外墙期脱落的现象了。也问过几个朋友，他们就说呢，你们小区管理难度最大的就是属于超高层。超高层由于住户太多了，小区里边3、4千户，再加上属于超高层，超高层最大的特点就是房子老化速度比较快。不得不说呢，现在真的是有点相信那句话了，那就是超高层住宅30年后会变成贫民窟。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小区整体这个品质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大多数人呢是难以改变这个趋势的。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大家看视频，像这种高层住宅，这动不动就50层的，据说武汉还有60层的、70层的，那确实太高啊。像这种高层住宅，如果再结合上都是农村进城的这些人，那他必然会变成贫民窟。你都不用怀疑，不用想，对吧？他没有收入，他就不花钱，他就省。他有的人开始捡破烂，就去里堆，往那个楼道里堆，你也管不了。他都没钱，你还指望他交物业费是吗？物业费也肯定是交不起。你这小区里面很多这种公共服务就没办法做到位。这种超高层小区本来密度就大，人就多，他最后肯定成为城市里面的贫民窟。也真能想象，没有收入。就现在来说，这个城市居民也是收入越来越少，就业难。你不考虑这些农民进城啊，你就现在的这些城市居民这么发展下去，像这些高层住宅都有可能会变成贫民窟，会越来越差。有的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他贷款还没还完，还欠着银行钱，也还不起。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像这些高楼，它的物业费恐怕还要降。你不降，别人交不起。现在降物业费也是个趋势，全国各地都开始降物业费。你降到一定地步，再加上这样的小区，如果很多人不交物业费，他没收入或者收入低，不交物业费，那之后导致物业他干不下去跑了。物业他总不能赔钱干吧？物业最基本的开支都覆盖不了，他可能就跑，就导致这样的小区没人管。那到时候就看政府能不能补贴。如果政府也不愿意接手，也没钱补贴，那这个小区它就开始摆烂，基本的服务都没有。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未来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完全有可能。所以，如果你现在买房，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能图便宜。像这种超高层，还是要注意。在现在这个市场行情下，很多买房的人都经历断崖式卖房的煎熬，房价就是不断的下跌。曾几何时，房地产是大家默认的，认为是不会贬值的资产，房价永远涨。这个在5、6年前，这都是这么认为的，房价永远涨。但是自从恒大暴雷以后，现实是一次一次的打破这种幻想。随着市场价格的不断下滑，这些买了房的业主不得不面对资产缩水的残酷现实。就不要说其他城市了，就连北京今年都已经跌了10%，这是今年。如果跟它高点比起来，恐怕30%已经跌完了，40%。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有位杨女士买了一个89平米的小3房，成本价是330万。经历3次降价后，因为她要把它卖掉，结果这个买家报价220万，买家只愿出这么多钱，比这个杨女士买的时候还便宜110万。这中间就不算什么利息损失、中介费什么的，就这个就报价就便宜了110万。但是这个杨女士她有自己的一本账，她是死咬在她心理底线是235万。什么意思？你看她成本330万，她最低价必须要235万，为什么？她就是她的损失控制在100万以内，这是她的心理的这个底线。结果杨女士的老公那就更厉害了，坚持不想降价卖，对吧？认为这个房价会涨回去，还235万卖，他就不降价不卖。结果你看这俩人一下就把买家给错过了。现在是没人问津，因为中介他带了一个客人来看完之后，你不好成交，你不愿意降价，中介他不给你这儿带人，中介更愿意把这个买家推荐给那些愿意降价的人，这样他促使他们成交他能拿佣金。你这个房东你不降价，你不好说话，中介不给你带人了。
现在就这么残酷。什么叫买家市场？什么叫买方市场？这叫买方市场。所以说卖房的现在是备受煎熬。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以前房价涨的时候，在北京你买二手房，你都知道吗？首先房东都不愿意跟你见面，为啥？他那房子根本就不愁卖，只要一挂出来，就好多人抢，房价就涨。那个时候中介他有拿到房源信息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给谁打电话？给买房的，给那些愿意加钱的人打电话。如果你在电话里面说价格好谈，你有那种为了买到这房子愿意加钱的这种意向，中介才会把你约过来跟房东见面。房东那个时候那叫卖方市场，房东他不是跟一个中介联系，好几个中介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谈好了，这房子房东挂牌价是300万，你说你305万买，房东说他考虑一下，最后你再好说歹说，中介也劝，不行就308万，好，房东同意了，准备签合同，房东回去说他还回去取房本或者是干啥的，总之房东一走，一会儿给中介打电话了，这308不卖了，因为有人已经出了310万，就是这种势头。现在是整个到个个了，现在是买方市场，这也充分说明，如果你要买房，你手上拿着钱想买房，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现在这个行情。你买房的是大爷，你完全不要着急，可以慢慢挑，慢慢选，慢慢压价，此一时彼一时。所以越是这样，你越要慎重，因为你一旦把房子一买到了你手上，你要想卖就难了。刚才视频也说了，如果你是买房自住刚需房，最好还是不要买这种超高层，毕竟是自己长期住的地方，环境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环境不好，乱糟糟的贫民窟，你住着也憋屈。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